万话，代表流出顺位，代表是上卡样子话，代表积极贡献，为文明生活显利实行，是以环境生活活在天上，代表君主以恶用善，顺天就命，他就无教害，非救，该不无救，生活还有托救，无教害呀，就是在古以在有讲，不是生活在古以在，即将不改呀，就三。中央上有天主，小人不缺。上话中央上有天主，小人还呀，就是会之堂无救。上话会之堂无救，名正直呀，良啊，夸夫大主为如者。上话夸夫高主心意发之者，为如之家，无理无之呀。上九诸天有时皆无不敌，上话在有上者，诸天有呀。